谁？我还说啊！等一下啊！快点！等我一下。好了没有？你怎么了？我跳窗进来，白姬跟子睿都不知道。这么晚了，找我干什么？少城主，你没事吧？少城主，少城主，少城主！我刚才听到你房间里面有什么动静？有什么动静啊？没有什么动静。不是，我都听到。我说梦话呢，你再不走的话，我一定把你再不走，我记不起来我梦什么了。哎，那这样，你有什么事你叫我啊？你叫我啊！好好好。我已经跟韩硕表白了，也算是确定恋爱关系了吧？抱也抱了，亲也亲了，那下一步该干什么了呢？下一步是不是进展有点快呀？我虽然是个现代人，也该稍微矜持一下吧。要是他晚上对我提出那种要求，我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呢？这个时候拒绝他是不是有点作了呀？但如果我立刻答应了他，是不是太轻易了？我现在拒绝还来得及吗？韩硕，你可以出来了啊！韩硕。哦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嗯？我晚上怕你饿着，路过厨房，给你拿了点吃的。睡了。没事儿，好吃吗？那我走了。干嘛呢？少城主，我的手在这儿，你谁也进不去。手呀？哎。岁月的流沙，还能否再与你当年把酒话桑麻？若不为风雅人，时光低成了红蜡，如负年华的你我依然无差。瓷儿，你这是手我呢，卖我呢？你喜欢睡床上还是睡地上？地上，有地上什么事儿？这么快就要一起睡了？
不行啊，地上太硬了。你干嘛？在威猛山我就看出来，你是个矜持的姑娘。许多事情，我就算有贼心也没贼胆啊。放心，今晚我绝对不会冒犯你的。如果你觉得我们现在圆房太仓促，我会等你的。那你愿意等多久啊？等到你主动说可以。我主动说，这事还得我先说。那你也不用睡地上吧？你的意思是，我可以睡床上？